伫咧新德县的宝山乡有一口古井，传说当中若食到古井水，就可能会生双生。伫宝山乡这所在，就超过300对的双生仔。今年的双十节，当地也举办双生仔节的活动。生做一模一样的姊妹啊，算甲真欢喜。另外一边，两兄弟把亲像为共一个模啊刻出来，到底啥人是啥人，真正分不清楚。因为实在生甲伤小型，生活中不时就会闹出笑亏。另外，双生啊自细汉就真斗搭。他们两个会互相帮忙，但是也会互相吵架。对，然后他们很小，像他1岁的时候啊，1岁多，他喝奶水就习惯2个一起拿，所以他们妹妹就会互相帮姐姐拿水瓶，一起拿过去。小时候会黏在一起，有默契。后来把我们分开，分不开。他会到中班找我，我会到下班去找他。新德县宝山乡徛住的人口差不多15000人，双生啊有300对以上。有传说讲，若是啉到这的井水，生双生啊几率就会大大增加。宝山乡这边的整个地理环境也非常的好，水质也好，空气也好，当然孕育出来的当然生活品质也好，所以在这边确实这个生双胞胎的比例特别的高。今年的双生节活动赶快为10号双十节上场，时间安算有200至300对来自全国的双生仔来到这，成为当地年度盛事。记者丁国涛，新竹报道。